敬拜隊咧帶領我哋咧係有如此嘅心去敬拜我哋嘅上帝。以下落嚟咧就係一個正道經文。正道經文咧今日嘅正道經文係啟示錄10章8至11節。好，我哋一齊誦讀我哋嘅經文。我先前同天上所聽見那聲音，又吩咐我說：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開的小書卷取過來。我就去到天使那裏，對他說：請你把小書卷給我。他對我說：你拿着吃盡了，便叫你肚子發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我從天使手中把小書卷接過來，吃盡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後，肚子覺得發苦了。天使對我說：你必指着多民、多國、多方、多王再說預言。好，今日呢，我哋嘅題目呢，聖經好唔好食啊？豆腐花好食，奶茶好飲。聖經呢？好啦，今日我哋講完係岑偉林傳道，請翻譯阿易兵。好，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係紐約神學教育中心漢語網絡神學院嘅教會拓展主任同埋院牧岑林偉傳道。我是紐約神學院教育中心網絡拓展漢語網絡拓展拓展主任主任沈林院牧以及院牧陳林偉傳道。係啦，咁大家叫我Sam 傳道或者阿 Sam 都得㗎啦。大家叫我 Sam 傳道或者阿 Sam 都可以。咁今次係我第2次嚟到大家嘅當中講道，好高興呢能夠喺呢個主日同大家分享神嘅話語。這一次是第2次來到大家當中來講道，很高興能和大家分享神的話語。今日呢對我哋教會嚟講係一個好特別嘅健康日。今天對我們教會來說是一個很特別的健康日。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今日下晝呢，我哋會有一場營養健康講座。講員呢，正就係我太太芒師母。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今天下午有一個健康的講座，講座的講員就是我的太太蒙師母。呢個其實係一個好有趣嘅安排。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安排。今日下午，師母呢就要負責照顧大家喺身體上嘅健康。今天下午，師母要和大家分享健康的飲食上的健康。而今朝早呢，我就要負責照顧大家喺靈命上嘅健康。早上我就要負責大家靈命上的健康。呢個亦都係我1連3篇講道系列身心社靈健康嘅第一講。這也是我1年3篇的講道，身心靈、身社靈講道。我哋經常都話 You are what you eat， 人如其食。我們經常說 You are what you eat， 人如其食。呢句話呢，喺營養學上嚟講呢，係真理。這句話在營養學是真理。你食咗啲咩嘢嘅食物，就決定咗你有啲咩嘅體質。你吃了什麼食物，就證明你有什麼樣的體質。而喺靈命培育上呢，呢句話亦都係真理。在靈命培育上，這句話也是真理。喺英國生活，我同太太呢都會喺買食物嘅時候呢留意食物標籤 food label 嘅。在英國，我和太太買食物的時候都會留意食物標籤 food label。我哋會睇下成分，睇下營養標籤等等。我們會看一下成分和營養標籤等等。因為我哋好在意身體會唔會食錯嘢啊！因為我們很在意身體會不會吃錯東西。呢個部分留翻晏晝師母咧同大家分享。這一部分會留下下午師母和大家分享。咁我想問大家，對於你哋嘅靈性，你哋係咪都好在意佢哋攝取咗啲乜嘢呢？我想問一下大家，對於你的靈性有沒有很在意你失去的是什麼，吃進的是什麼？作為呢個世代嘅基督徒，我哋可能咧已經擁有前所未有咁多嘅靈修資料。
作為這個世代的基督徒，我們可能是面對前所未有的資料。可能你嘅電話裏面已經有3、4個聖經 app 或者靈修 app 㗎啦。可能你的電話裏邊有3、4個聖經的 app 和靈修的 apps。可能每日早上你都會收到一節每日金句。可能早上你會收到每日金句。甚至咧，你揸緊車嘅時候都可以聽一啲好出名嘅牧者嘅一啲 podcast。甚至於你在開車的時候都可以聽到名牧師的講道。但吊詭嘅係，我哋擁有嘅資訊越多，我哋嘅靈魂似乎越嚟越虛弱。但是荒謬的是，我們知道的資訊越多，但是我們的靈裡卻越虛弱。我哋知道好多關於上帝嘅知識，但係佢係發現咧，好難喺我哋日常生活嘅當中去應用。我們知道上帝很多的信息，但是很難在生活中運用出來。我哋亦都讀咗好多聖經，佢係面對職場壓力、身份認同或者家庭矛盾嘅時候，都發現咧呢啲説話唔能夠用得着。就是我哋讀咗好多聖經，我們讀了很多聖經，佢係面對職場壓力，在職場的壓力下，身份認同的認同或者家庭嘅矛盾上面，家庭的矛盾都唔能夠用到呢啲神嘅話語，都不可以運用出神的話語。點解嘅呢？為什麼呢？上次我喺講道嘅時候介紹咗一套關於而家呢個世代青少年問題嘅一個電視劇。上次講到的時候，我介紹了一個關於現在青少年的問題。而今次我想介紹一本書俾大家。這次我想介紹一本書給大家，就係尤金畢德生 （Eugene Peterson）。就是尤金彼得生。呢本書係叫《聖經好好吃》，Eat this book。這本書就叫《聖經好好吃》，Eat this book。畢德生咧喺呢本書裏面俾一個好震撼嘅結論。畢德生在這本書給一個很震撼的結論。我哋大多數人只係喺度研究聖經或者消費聖經。我們大多數人只是在研究聖經或者在消費聖經。但係我哋冇真正咁食聖經、消化聖經。但是我們沒有真正的吃掉聖經、消化聖經。我哋今日有書攤但係呢本書呢，我唔會俾大家嘅。雖然今天我沒有書攤，但這本書我不會給大家。因為呢本書呢，係我太太送俾我第一本嘅即係關於屬靈嘅書籍。因為這本書是我太太送給我第一本關於屬靈的書籍。對我嚟講呢，係好寶貴嘅。對我來說是很寶貴的。當中提到嘅靈修式讀經，好值得我哋去學習。當中他提到的靈修式讀經，很值得我們去學習。我將會喺今日嘅講道裏面，將呢本書裏面關於呢個靈修式讀經嘅重點同大家分享。我今天將會和大家分享一下這本書關於靈修式的讀經分享。希望大家都可以喺當中有所得着啦。希望大家在中間有所得着。今日我哋要透過啟示錄10章8到11節。今天透過啟示錄的10章8到11節。呢段關於約翰食咗小書卷嘅神秘異象。這段關於約翰吃了小書卷的神秘異象。重新學習點樣去食神嘅話語。重新學習怎樣去吃神的話語。如果今日晏晝嘅講座係教你點樣去透過健康飲食嚟重塑體質嘅話，如果今天下午的講座是教你怎麼樣透過食物去健康飲食的話，咁今朝早就係我哋一齊去學習點樣去食聖經，去重塑我哋嘅靈命體質。今天早上我們就一起教怎麼樣去吃聖經，來操練你的靈命健康。令到我哋嘅生命能夠真正被神話語去翻轉，讓我們的生命真正被神的話語去翻轉，去回應上帝喺英國呢塊土地上面俾我哋嘅呼召，去回應上帝在英國這塊土地上給我們的呼召。我哋開始嘅時候先有個祈禱啊！我們開始的時候來一個禱告。天父爸爸，多謝你。天父爸爸，謝謝你。多謝你咧賜俾我哋你嘅話語。謝謝你賜給我們你的話語。
俾我哋咧可以仍然活着，而且飽足。讓我們仍然可以活着，而且飽足。但係可能我哋真係唔識得點食啊！但是可能我們不知道怎麼樣去吃啊，往往咧喺靈性上消化不良，往往在靈性上消化不良，或者咧係吸收唔夠足夠嘅營養。或者是吸收不夠營養。願聖靈咧帶領我哋，願聖靈帶領我們，讓我哋今日嘅講道成為你流通嘅管子，讓我們今天的講道成為你流通的管子，教導我哋點樣去食聖經，教導我們怎麼樣去吃聖經，以至今日無論係聽嘅講嘅，都能夠得着靈命健康。以至於今天不論是聽的講的，都能得着靈命健康。有健康先至可以為主走更遠嘅路，有健康才可以為主走更遠的路，見證榮耀上帝，見證榮耀上帝。奉主名求，奉主名求，阿門。阿們。好，咁就請大家咧翻開啟示錄10章8至11節。好，請大家翻開啟示錄10章8到11節。就算呢，我哋 PowerPoint 有顯示經文，現在我們在這個屏幕上是有經文的，但都希望大家翻開你哋嘅聖經，無論係電話裏面或者實體都好，請大家翻開。當然都希望你們可以打開你們的聖經，無論是實體聖經還是電話，都希望你們打開。咁樣當下次你哋去再睇呢一節經文嘅時候，當你們下次再看這節經文的時候，就能夠咧聯繫到今日嘅講道啦。就可以聯繫到今天的講道。如果大家準備好嘅話呢，咁我哋就開始我哋今日嘅旅程啦。如果大家準備好，我們就開始我們的旅程。呢段經文呢，描述咗一個非常奇特嘅畫面。這段經文描寫了非常奇特的畫面。使徒約翰睇見一位大能嘅天使，使徒約翰看見一位大能的天使，手裏面攞住翻開咗嘅書卷，手裏拿着翻開的書卷。弟兄姊妹啊，弟兄姐妹，呢個畫面啊，其實唔單止奇特，這個畫面不單單是奇特，而且咧非常有象徵意義喎。而且非常有象徵意義。因為喺啟示錄裏面每一個動作、每一個細節，因為在啟示錄裏每一個動作、每一個細節，都唔單止係描述緊一件事啊，不單單只描寫一件事情，而係要向我哋揭示一個屬靈嘅真理，而是向我們揭示一個屬靈的真理。而喺呢段經文裏面，在這段經文裏邊，神唔單止係俾咗一段信息約翰，神不單單把一個信息給約翰，而係要約翰經歷一個旅程。而是要約翰經歷一個旅程。呢個旅程其實就係關於我哋點樣去對待神話語嘅圖畫。這個旅程就是關於我們怎樣對待神的話語的圖畫。喺第8節裏面，在天上有聲音對約翰說：在第8節，天上有聲音對約翰說：你去把那踏海踏地的天使手中展開的小書卷取過來。你去把那踏海踏天的天使手中的書卷取過來。大家留意喎，大家留意，上帝唔係話約翰你過嚟，我讀俾你聽。上帝不是說約翰你過來，我讀給你聽。上帝要求約翰做出一個主動嘅動作。上帝要求約翰做出一個主動的動作，去取過來。取過來。希臘文原文呢個取，希臘原文的取 lymphano， 係一個帶有命令語氣嘅動詞，是一個帶有命令語氣的動詞，意思係主動咁去拎，去領受。意思是主動去拎去領受，唔係被動咁接受喎。不是被動的去接受。換句話講啊，換句話說，神嘅話雖然係恩典，神的話雖然是恩典，但呢個恩典係需要你親自去回應嘅。但這個恩典是需要你親自去回應的。呢個亦都係畢德生俾我哋第一個提醒。這也是彼得生給我們第一個提醒。讀經唔係一種被動嘅接受，讀經不是被動的接受，而係一種神聖嘅主動性啊！而是一種神聖的主動性。喺英國有好濃厚嘅外賣文化哦。在英國有很濃厚的外賣文化。唔知呢度有冇弟兄姊妹係做送貨送外賣嘅呢？不知道這裡弟兄姐妹有沒有送貨送外賣的？
哦，有喎，真係。有一個，係啦，好多人咧買外賣會用 Uber Eat 啊，或者 Deliveroo 嘅。很多人會用Uber Eat or Delivery。Yeah， 我哋都會希望真理好似外賣咁樣，最好咧就有人餵到喺我哋嘅口裏面。我們想我們的真理也像外賣一樣，最好有人送到我們的嘴裡。但生命嘅話語需要你親自去支取嘅。但生命的話語需要你自己去支取，親自去取，親自去取，要自己去面對同經歷神嘅話語。要自己面對去經歷神的話語。因為只有你親自去拎嘅時候，因為只有你親自去拎的時候，呢段神嘅話語先至成為真正係屬於你嘅。這段神的話語才可以真正的是屬於你的。去到第9節，到了第9節，約翰呢對天使咁講：約翰對天使這麼說：請你把小書卷給我。請你把小書卷給我。而天使呢就同佢講：而天使和他說：你拿着吃盡了。你拿着吃盡了。喺希臘文原文吃盡了呢個字 kadasphio， 在希臘原文吃盡了 kadasphio， 意思唔係淺嘗，意思不是淺吃，而係完全咁吞落去，徹底咁吸收，帶有一種吞噬嘅感覺。是完全的吞下，徹底的吸收，帶着吞食的意思。呢個唔係喺西餐用刀叉好優雅一塊一塊咁食，這不是在西餐廳用刀叉一塊一塊優雅的吃，而係一種近乎渴望完全嘅佔有。這是一種渴望完全的佔有。換句話講，上帝唔係叫約翰讀一讀，換句話說，上帝不是叫約翰讀一讀，而係叫佢將呢個話語成為佢身體嘅一部分。而是要叫他這個話語成為他身體的一部分。而呢個畫面其實喺舊約已經出現過㗎啦。而這個畫面在舊約曾經出現過，喺以西結書第2同第3章咁講嘅。在以西結書第2、第3章這麼說。先知咧，以西結都同樣被神吩咐要食書卷。先知以西結也同樣被神吩咐要吃這個書卷。但嗰個書卷裏面寫嘅係哀號、嘆息同埋災禍。但書卷裏邊是哀號、嘆息和災難、災禍。但係當佢食落去嘅時候，當他吃下去的時候，佢係甜嘅。卻是甜的。呢個話俾我哋聽一個好重要嘅事啊！這個話講給我們聽一個很重要的事情。神嘅話唔單止係信息，並且係一個使命。神的話不單單是信息，並且是使命。當約翰食呢個書卷嘅時候，當約翰吃這個書卷的時候，佢唔係喺度分析神嘅話，他不再分析神的話，而係喺度承擔神嘅話，而是在承擔神的話。呢個亦都係彼得生呢本書嘅書名來源。這也是彼得生這本書源的來名。佢引用咗呢段經文，結合以西結書嘅傳統。他引用了以西結書的傳統。佢認為聖經唔係一張地圖，俾我哋喺上面指指點點。他認為聖經不是地圖，讓我們在這上面指指點點的。聖經係一份食物，俾我哋去食落去。聖經是食物，讓我們吃下去。就好似你食一塊麵包，就像你吃一塊麵包，佢唔再係麵包啦，它不再是麵包，因為經你食咗之後，我哋喺當中消化，因為在你吃下去的時候，在中間消化，就會變成你嘅血糖，就會變成你的血糖，餵養你嘅細胞，餵養你的細胞，轉化成為你行路嘅力量，轉化成為你走路的力量。同樣，當你真正食神嘅話嘅時候，同樣當你真正吃神的話語的時候，呢段經文唔再只係你知道嘅內容，這段經文不單單只是你知道的內容，而開始成為你生命嘅一部分，而開始成為你生命的一部分，影響你嘅思想、你嘅價值觀，甚至影響你嘅決定，影響你的思想、價值觀，甚至影響你的決定。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問你一個好直接嘅問題。所以弟兄姐妹想問一個很直接的問題。當你讀經嘅時候，當你讀經的時候，你會將佢當成參考資料，你會將它當成參考資料，定係當成係生命嘅養分呢？還是當成生命的養分？
參考資料係外在嘅，可以隨時咁掉咗佢。參考資料是外在的，隨時可以丟掉。但食物係會變成你身體嘅一部分。但食物可以變成你身體的一部分。接住落嚟，經文描述咗一個好真實嘅口感。接着下來，經文描寫了一個很真實的口感。喺口裏面呢就甜如蜜，但喺肚裏面呢卻係發苦。在口裏是甜如蜜，但在肚子裏邊是發苦的。呢個實在係太真實啦！這實在太真實了。當神嘅話語進入我哋生命嘅時候，當神的話語進入我們生命的時候，往往會經歷兩個階段。往往會經歷兩個階段。首先係口裏面呢甜如蜜。首先口裏是甜如蜜。當我哋讀到神愛世人，當你讀到神愛世人，我總不撇下你，我總不撇下你，必使你心裏喜樂，必使你心裏喜樂。哇！我哋梗係覺得好安慰，好被鼓勵咯。我們當然覺得很安慰，很被鼓勵，亦都好有盼望嘅。也有盼望。呢個就好似我哋呢，好似食緊英式嘅下午茶咁樣，就像我們吃了英式的下午茶這樣。好舒服，好享受，很舒服，很享受。但當呢啲話語進入你裏面嘅時候，但這些話語進入你裏邊的時候，進入你生命嘅深處，就會出現第二個階段。進入你生命的深處，就會進入第二個階段，就係肚子發苦，就是肚子發苦。呢啲話語開始去挑戰你嘅消化系統，這些話語挑戰你的消化系統，挑戰你嗰啲自私嘅本性，挑戰你自私的本性，挑戰你對金錢嘅執着，挑戰你對金錢的執着，挑戰你對仇敵嘅恨惡等等，挑戰你對仇敵的恨惡等等。你嘅肚咧就會開始發苦噶啦。你的肚子就會發苦。希臘文原文呢個苦字 bikrino， 希臘文的苦字 bikrino， 唔只係味道，不只是味道，而係一種內心被攪動、被刺痛嘅感覺。而是內心被攪動、被刺痛的感覺。因為神嘅話語一旦咧進入你裏面嘅時候，因為神的話語一旦進入你裏邊的時候，就會開始觸碰到你最真實嘅地方，就會觸碰到你最真實的地方。人嘅驕傲、人嘅恐懼、人嘅執着，人的驕傲、人的恐懼、人的執着，甚至乎係我哋過去嘅一啲嘅傷口。甚至於我們過去的傷口。彼得生話：如果你讀經從來都冇感受到唔舒服嘅話，彼得生說，如果你讀經的時候從來沒有感受到不舒服的話，咁可能你根本冇喺度讀聖經咯。可能你根本不在讀聖經，你只係讀緊你自己想聽嘅話啫。你只是在讀你想聽的話。真理進入我哋罪人嘅生命，當真理進入我們罪人的身體的時候，必定咧會引發排斥反應嘅。必定會引發排斥的反應。我哋係需要悔改嘅。我們需要悔改。悔改嘅過程係苦嘅，悔改的過程是苦的，但結果係健康嘅。但結果是健康的。甜係吸引嘅，甜是吸引的，苦係帶嚟改變嘅。苦是帶來改變。所以真正食聖經唔只係停留喺口中嘅甜，所以真正的吃聖經不只停留在口中的甜，而係願意讓佢進入我哋嘅生命，而是讓他願意進入我們的生命。即使帶嚟苦，亦都願意讓神去改變我哋。即使是苦的，也都願意讓神來改變我們。呢種食聖經嘅觀念並唔係畢德生獨創嘅，這種吃聖經的觀念不是畢德生所獨創的，而係教會2000年嘅優良傳統。而是教會2000年的優良傳統。奧古斯丁曾經講過，奧古斯丁曾經說過，聖經係上帝寫俾我哋嘅家書。聖經是上帝寫給我們的家書。佢喺讀經嘅時候，唔係喺度揾緊神學嘅命題啊，在讀經的時候，不是在找神的命題，而係揾緊嗰份嘅愛，而是在尋找那份愛。佢提倡一種心靈嘅咀嚼。他提倡心靈的主角。大家想象一隻牛喺度反芻，想象一下一個牛的反芻。佢將草食落去，然後吐翻出嚟，反覆咁咀嚼。他將草吃下去，然後吐出來，反覆的咀嚼，直到所有嘅養分被吸收為止。直到所有的養分被吸收為止。
奧古斯丁認為，奧古斯丁認為讀經亦都應該係咁嘅喎，讀經也應該是這樣，反覆咀嚼一句説話，反覆咀嚼一句說話，直到佢滲透去到我哋嘅靈魂深處啊！直到它滲透我們的靈魂深處。所以問題唔係你讀咗幾多聖經，所以問題不是你讀了多少聖經，而係有冇讓到神嘅話語停留喺你心裏面。而是讓你知道神的話語有沒有停留在你的心裡。另外一位神學家馬丁路德咁講，另外一位神學家馬丁路德這麼說，佢話讀聖經就好似搖緊一棵蘋果樹咁樣，讀聖經就像搖蘋果樹這樣。佢先搖整棵大樹，即係讀成本聖經啦。他先搖整棵大樹，就是讀整篇聖經。睇下有冇啲蘋果跌咗落嚟咁樣。看看有沒有蘋果掉下來。如果冇嘅話呢，佢就搖下啲大樹枝。如果沒有，就搖一下大樹枝。即係讀一章啦。就讀一章。再冇嘅話呢，佢又檢查啲小樹枝。再沒有，他就檢查小樹枝。即係好似讀一節聖經咁樣。就讀一節。最後佢就會檢查每一片嘅樹葉。最後他會檢查每一片葉子。即係每一個嘅詞語。就是每一個詞語。佢強調嘅係一種唔放過任何養分嘅執着。他強調的是不放過任何養分的執着。呢啲神學家提醒我哋，這些神學家提醒我們，讀經嘅品質遠比讀經嘅數量重要。讀經的本質遠遠高過讀經的數量。喺1986年，在1986年，意大利推動慢食運動 （slow food）。意大利推行慢食運動 （slow food）。好值得我哋反思我哋嘅飲食習慣，很值得我們反思我們的飲食習慣。喺靈命上，我哋係咪經常食緊 fast food 快餐嘅呢？在靈命上，我們是不是經常吃 fast food 快餐？我哋係咪就係咁掃下我哋部電話，睇一句靈糧點心就滿足啊？我們是不是就這麼掃一下電話，看一下靈糧一句靈糧就可以了？但係嗰種飽足感係虛假嘅。但這個飽足感是虛假的，冇辦法咧，俾我哋去面對我哋生活嘅嗰份嘅風暴。沒有辦法給我們去面對生活上的風暴。咁喺我哋而家身處嘅英國，我哋有啲咩可以做呢？那在我們身處的英國，我們可以怎麼做呢？我想推薦一套靈修式讀經俾大家。我想推薦一套靈修式的讀經給大家。三個簡單易做嘅操練方法。三個簡單容易做的操練方法。首先就係操練聖言誦讀 Lectio Divina。首先是操練聖經誦讀 Lectio Divina。呢個唔係啲咩神秘咒語喎。這不是神秘的咒語，而係一種古老嘅讀經藝術。這是一個古老的讀經藝術。你可以試下每天用15分鐘嘅時間讀3到5節嘅經文。你可以試下每天用15分鐘的時間讀3到5節。咁有4個步驟嘅。有4個步驟。首先就係誦讀。首先是誦讀。慢慢咁去讀，大聲咁讀出嚟。慢慢的讀，大聲的讀。感受下文字嘅重量。感受下文字的重量。然後係默想。然後是默想。就好似牛反芻一樣，將嗰句説話去感受下，嗰個有冇啲乜嘢係令我哋唔舒服或者觸動我哋嘅呢？就像牛的反芻，有什麼話令到我不舒服或者有反省的？咁同埋點解會有呢啲嘅感覺呢？怎麼會有這樣的感覺呢？然後就係禱告。然後就是禱告。將你嘅感受話俾上帝知。將你的感受講給上帝聽。如果經文讓你係有唔舒服嘅，你就話俾上帝聽啊，我好痛苦啊。如果經文讓你不舒服，你就講給上帝聽，讓我很痛苦。但如果經文係讓你喜樂嘅話，你就讚美上帝啦。如果經文讓你喜樂的話，你就讚美上帝。跟住落嚟就係聆聽。跟着就是聆聽。安靜喺神嘅面前。安靜在神的面前。就唔好急住去做其他嘢啦。就不要急着做其他事情。俾上帝嘅話語去同你有真正嘅說話。給上帝的話語和你有真正的說話。最後就係應用。最後就是應用。將你
今日去所領受上帝嘅話語，帶到去你嘅家庭，將你今天所領受上帝的話語帶到你的家庭，帶到你嘅工作，帶到你的工作，帶到你嘅侍奉嘅當中，帶到你侍奉的當中，成為我哋生活嘅一部分。成為你生活的一部分。我建議大家搭火車或者巴士嘅時候，我建議大家在乘火車和汽車的時候，與其睇咁多社交媒體嘅短片，與其看那麼多社會的美焦短片，不如將15分鐘交俾上帝啊！不如將這個時間15分鐘交給上帝，讓嗰啲經文進入你去，即係入辦公室或者去學校或者社區之前嘅靈命日糧。讓這些經文變成你進入辦公室、社區的靈命糧食、靈命日糧。第二就係拒絕去揀飲擇食，去進入去到故事嘅當中。第二就是拒絕揀食、挑食。聖經係一個好完整嘅敘事，聖經是一個很完整的敘事，由創世記去到啟示錄，由創世記到啟示錄。上帝唔係俾你淨係嗰幾句金句噶嘛，上帝不只給你幾句金句，而係邀請你進入佢嘅救贖計劃嘅裏面。而是邀請你進入他的救贖計劃裏邊。所以讀經係唔可以斷章取義嘅。所以讀經不可以斷章取義。好多人咧都將聖經當成藥盒咁樣。很多人把聖經當成藥盒子。邊度有需要就揾邊節嘅經文去幫手咁樣。哪裡有需要就揾哪一個經文來幫助自己。所以呢個月我建議大家咧去揀一卷小書卷。所以這個月我建議大家去揀一卷小書卷。譬如係腓立比書或者路德記，或者咧跟翻大家教會嘅讀經計劃。譬如是腓立比書或者路德記，或者是跟着教會的讀經計劃。揾一個禮拜六嘅晏晝或者你方便嘅 me time，或者找一個星期六你自己的自由的時間，去附近即係一間嘅 coffee shop，到附近的 coffee shop， 叫一杯咖啡，叫一杯咖啡。可以叫多件點心嘅，可以叫一個甜點，但係就唔好帶其他啲屬靈書籍，即係參考書啦。但不要帶其他的屬靈書籍或者參考書。亦都唔使急住話我要快啲睇完晒，好似睇小説咁一口氣讀完嘅。也不要急着去像看小書一樣一口氣看完，而係去感受嗰個嘅氛圍，而是感受那個氣氛，去聽下上帝喺佢嘅大故事嘅當中想同你講啲乜嘢？去感受一下上帝在這個大故事裏邊想和你說些什麼。我哋成日講 make room 啊，我們整天是說 make room， make room， 係啦，就俾個空間上帝同我哋説話，給一個空間讓上帝和你說話。然之後就係從消化去到代謝，然後活出我哋嘅召命。然後從消化到代謝，活出我們的召命。食物消化之後呢，一定會轉化成為我哋嘅行動嘅喎。食物消化了之後，一定會成為我們的行動。否則呢，就會變成嗰個靈性肥胖嘅啦。不然的話就會變成靈性肥胖。啟示錄10章11節咁講。啟示錄10章11節這麼說。你必指着多民、多國、多方、多王再說預言。你必指着多民、多國、多方再說預言。約翰呢，食完書卷之後唔係翻去瞓覺喎。約翰吃了書卷之後不是回去睡覺，而係去講預言，去見證上帝。而是去講預言見證上帝。所以呢，即係我哋讀完聖經之後，呢個星期都鼓勵大家翻去同你哋嘅小組或者同你哋屋企去分享下消化完之後嘅嗰個聖經故事。所以我鼓勵大家讀完聖經之後，這個星期在家庭小組來分享你讀完聖經的感想。唔只係分享嗰段經文有幾好，不光光是分享這段經文有多麼的好，而係要分享呢段經文點樣改變咗我呢個星期對某啲事情嘅態度。而是這段經文分享這段經文怎麼樣改變你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或者面對某啲事情嘅心情，或者是面對某一件事情的心情，見證上帝點樣透過你嘅生命嘅轉化去進入家庭同埋社區。見證上帝怎麼樣通過他的話語來改變你對家庭和社區的不一樣，用生命影響生命，用生命去影響生命，呢個就係委身，這就是委身，亦都係與蒙召嘅恩相稱嘅召命，也就是與蒙召相稱的召命。嚟到呢度，我想做一個即係我自己生命嘅見證。來到這裡，我想做一下我自己生命的見證。仲記得咧，我喺香港建道神學院修讀我第一個神學碩士嘅時候，記得當時我在香港建道神學院，攻讀第一個神學碩士學位。其中一科我都唔記得係邊一科啦。其中有一科不清楚哪一科了。要求咧，我哋用一個學期，即係3個月，去讀完新舊約成本聖經。要求我們一個學期，就是3個月裡邊閱讀完整本聖經。當然啦，呢個亦都係好好嘅機會。當然，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好快速咁樣咧，去即係對於整本聖經有一個概覽。很快速把整個聖經有一個概括。並且咧比較容易咧睇到唔同書卷章節之間嘅聯繫啊。並且可以很容易看到不同書卷的聯繫。不過當時嘅過程咧係痛苦嘅。但是當時的過程是痛苦的。就好似要參加大衛王比賽咁樣啦。就像參加大衛口王比賽一樣。喺有限嘅時間，你要用盡方法將眼前嘅食物狼吞虎咽，係唔享受嘅。在有限的時間，你要將眼前的食物狼吞虎咽，是不能享受的。但係補充一句話。但補充一句話。喺神學院嘅學習嘅過程裡面，去呢種嘅痛苦係對我哋成長有益處嘅。在神學院裡的這種學習方式，是對我們有益處的。就好似我哋做 gym 去或者拉筋咁樣。就像我們在健身房做健身拉筋。如果教練冇喺我哋嘅極限之上，繼續去施加一定程度嘅壓力嘅話，如果教練沒有在我們的極限的程度上繼續施加一點重量的話，我哋嘅肌肉係好難去增大。我們的肌肉是很難增大。我哋嘅筋腱亦都好難咧變得靈活。我們的筋腱也很難變得靈活。呢一種咧係先苦後甜嘅成長過程。這就是先苦後甜的成長過程。到咗畢業之後呢，到了畢業之後，我就唔使做功課啦，但係我咧亦都想 keep 住繼續去寫嘢。我就不用做功課了，但是我想仍然保持繼續寫書。我決定用即係頭先同大家分享嘅靈修式讀經嘅方式去靈修。我決定用剛才分享給大家的靈修方式繼續靈修。並且咧，我將嗰啲得着咧寫低落嚟。並且我就把得着寫下來。後尾我覺得越嚟越寫得成熟啦。後來我覺得越來越寫得成熟的時候，我就擺上網去同人分享。我就放上網和人分享。直到今時今日，我已經即係 post 咗超過600篇嘅文章㗎啦。直到今時今日，我已經發表過600篇文章。而今日我都啱啱 post 咗一篇叫做《聖經是怎樣煉成的》嘅文章。而今天我也剛剛發表了一篇《聖經怎樣煉成》的文章。同今日嘅講道亦都係息息相關嘅。和今天的講道是息息相關。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呢，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亦都可以喺 Google search 我嘅中文名，就可以睇到㗎啦。Google 尋找我的名字就可以看到。係啦，咁係啦，亦都係啦，即係如果大家有興趣啊，可以喺上面睇到我其他嘅文章。大家有興趣可以在這個平台上看到我其他的文章。呢個唔單止對我嚟講係可以去明白更加多聖經嘅知識。這個不單單讓我明白更多聖經的知識，更重要喺讀聖經嘅過程。更重要在讀聖經的過程中，我會問自己問題。我會問自己問題，同埋我會揾即係嗰啲內容係點解嘅。我會問這些內容是為什麼這樣。
同埋我寫低嘅過程嘅裏面，在我寫下的過程中，就會吸收更加多上帝嘅話語，就會吸收更多上帝的話語，化成自己生活場景咁應用出嚟。化成自己的生活場景而應用出來。呢個亦都係一種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 信仰尋求理解嘅做神學嘅過程。這也是一種 faith seeking and understanding 信仰尋求理解的過程。如果想了解點樣去做神學嘅話，如果想了解怎麼樣去做神學的話，咁啊可以報讀我哋神學院嘅系統神學嘅課程啦。那就可以報讀我們的神學的系統，學神學的方法。各位弟兄姊妹啊，各位弟兄姐妹啊，教會今年嘅年題係與主結連，不再沉默哦。教會今年的年題是與主接連，不再沉默。呢一切嘅起點，這一切的起點，都係在於你點樣去處理你頭先手上嗰本嘅聖經。都在於你怎樣去處理你手上的這本聖經。大家放低咗未啊？大家有沒有放下呢？記住要拎住啊！記着要拿着，因為聖經唔係擺喺即係書櫃上面嘅裝飾品，因為聖經不是擺在書櫃的裝飾品，而亦都唔係用嚟增加知識嘅百科全書。也不是用來增加知識的百科全書。呢本書係神為你預備嘅筵席。這本書是神為你預備的宴席。當你開始食呢本書嘅時候，當你開始吃這本書的時候，當你容許佢成為你生命產生甜與苦張力嘅時候，當你容許它在你的生命中產生苦與甜的張力的時候，你嘅生命體質就會開始改變。你的生命體質就會開始改變。你會發現你面對生活嘅一啲難題嘅時候，會更加有韌性。你會發現，當你面對生活的難題的時候，你更加有韌性。你面對社會紛亂嘅時候，更加有定見。你面對社會紛亂的時候，更加有定見。你面對上帝嘅呼召嘅時候，會更加有勇氣。你面對上帝呼召的時候，你更加有勇氣。講到嚟到呢度，唔知大家食到有幾多呢？說到這裡，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了多少呢？希望大家可以打包以下嘅總結。希望大家可以打包以下的總結。申命記33章25節，摩西咁講。申命記33章25節，摩西這麼說：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今日我亦都想大家記住。今天我也想大家記住。你嘅讀經祈禱生活如何？你的讀經禱告生活怎麼樣？你同上帝嘅關係也必如何？你和上帝的關係也必如何？細心咀嚼聖經，細心咀嚼聖經，享受當中每一份滋味，享受當中每一份滋味。喺禱告嘅當中同神對話，在禱告的當中和神對話，讓到整個過程成為你生活嘅一部分，讓整個過程成為你生活的一部分。同上帝建立親密嘅關係，和上帝建立親密的關係，用行動活出信仰，用行動活出信仰，見證榮耀上帝，見證榮耀上帝。喺現今呢個充滿挑戰嘅世代，在現今這個充滿挑戰的世代，我哋需要更加多食過聖經嘅人，我們需要更多吃過聖經的人，讓到生命散發住基督香氣嘅門徒。讓生命散發出基督香氣的門徒。約翰當年食咗小書卷，約翰當年吃了小書卷。今日主亦都同你講，今天主也在和你說，拿着吃盡了，拿着吃盡了。我哋一齊祈禱。我們一起禱告。愛我哋嘅父神，愛我們的父神，感謝你賜下你嘅話語，感謝你賜下你的話語。求你赦免我哋經常將你嘅話語擺喺書本嘅裏面，求你赦免我們經常把你的話語放在書本裏邊，佢係冇讓佢成為我哋生命嘅一部分，卻沒有讓它成為我們生命的一部分。主啊，主啊，求你俾我哋更大嘅屬靈胃口，求你給我們更大的屬靈胃口，讓我哋渴慕你嘅話語勝過金銀財寶，讓我們渴慕你的話語成為金銀財寶，讓我哋每一日所咀嚼嘅
讓我們每一天所咀嚼的生命被你去翻轉，生命被你去翻轉，令到我哋能夠帶住你而嚟嘅力量，能夠讓我們帶着從你而來的力量，喺我哋嘅家庭，在我們的家庭，喺我哋嘅職場，在我們的職場，喺我哋社區嘅裏面，在我們的社區裏邊，活出你嘅呼召，活出你的呼召。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門。阿門。好多謝岑傳道今日咧教我哋點樣去消化呢個聖經，點樣去食呢個聖經，點樣令到我哋咧除咗喺表面上我哋好似好好吃之外，仲其實我哋有個使命，我哋肚會發苦，我哋要努力去行我哋個道。一息間咧一個回應嘅時間就係今日好特別啊！咁我回應詩歌咧就會由我哋嘅許開明牧師咧親自帶領嚇。咁佢帶領之後咧就係我哋奉獻時間。咁我哋奉獻咧係基督徒嘅責任。如果你唔係基督徒，或者你唔係當中嘅意義嘅話咧，你暫且唔使奉獻。首先就請我哋嘅許開明牧師帶領我哋去嘅回應詩歌。各位弟兄姊妹嚇，咁我就係同阿 Sam 咧講咗我會回應嘅，又得到阿潘牧師嚇，佢都話好嘅嚇，唔係突然間走上嚟嘅。咁阿 Sam 咧佢就早幾個禮拜話佢喺呢一度講道，咁特別邀請我嚟嘅。咁我通常咧都差唔多每個主日都有講道嘅。咁啱喎嚇，神嘅安排嚇，咁我都好想聽阿 Sam 點講道啊，以前都未聽過嚇，咁就阿 Sam 我都再介紹少少嚇，阿 Sam 弟兄咧係我拍檔嚟嘅，咁大家知咧我就嚟英國咧有一個使命就係拓展咧我哋漢語網絡神學嘅教育嚇，咁我就嚟到之後，發覺淨係靠我一個唔掂喎，因為我已經係第3次退休㗎啦嚇，咁都應該快啲退落嚟㗎啦，因為明年我都70㗎啦，咁我就都求主為我預備，咁啱咧真係遇到阿 Sam 弟兄，咁原來佢又係我哋中華基督教會嘅會友嚟嘅，咁啱咁同聲同氣一拍即合。咁就咁我亦都係佢嘅老師嚟嘅咁我都要介紹下佢。喺我哋神學院要攞 A 咧唔係容易嘅，咁你估佢係咪攞 A 啊？你估佢係 A 加，係哇！潘牧師你真係好聰明嘅，佢嘅講道我都會俾佢 A 加嘅嚇，雖然我未教佢嚇，但係佢博士班咧將來會有一個係特別講進階嘅講道法嚇，咁佢係大家都睇到嚇。咁同時你留意咧，阿 Sam 嘅講道咧，佢好注重聖經，有睇聖經原文。另外佢會引用啲神學家，咁呢個 Peterson 呢個呢個北咩德我其實都睇佢好多書㗎嚇，咁佢係本身係一個牧師，一個牧者，又係聖經學者，又係神學家嚟㗎。佢寫嗰啲嘢正到不得了嚇。咁如果你唔識食聖經咧，一定要睇阿 Sam 介紹嘅嚇。咁你睇到阿 Sam 講得好有料到嘅嚇。咁你聽佢嗰啲，你一定要讀過神學㗎，係咪啊？你普通人點會識原文啫？點會知道奧古斯丁講乜嘢啊？或者馬丁路德啊，或者 Peterson 佢講啲乜嘢啊？但係你讀咗神學咧，係令你喺神嘅話語裏邊咧，係你會有好多好嘅發現嘅咁就好多謝阿潘牧師，亦都俾我機會咧，
我係有個回應嚇。咁我嘅回應主要咧就係我自己點食聖經嘅嚇。咁咧我就唔知佢揾阿 Peterson 呢套嚇。如果係我仲可以講，即係可以更多配合，但係唔得啊，因為我嘅時間有限。咁同埋咧，大家知我好中意唱歌嘅，咁我習慣咧就係講道之前會唱歌嘅嚇。咁或者咧，我講道入邊會唱歌嘅。咁啊，講道入邊唱歌咧，多數啲人聽我講道聽到就瞌眼瞓咧，我就唱首歌叫醒佢噶啦嚇。喺春靈會咧，我都試過嚇。咁啊，有個話許牧師多謝你唱歌，我瞓着噶啦嚇。點知你一唱我就醒神晒嚇嗱。咁啊，所以我今日咧都會同大家咧係去思想神嘅話語嚇嗱。咁我嘅講題都有嘅喎，上主嘅話語咧係我嘅靈糧嚇，靈糧即係屬靈嘅糧。咁啊係我嘅亮光嚇。咁我自己讀咗好耐嘅神學，我研究聖經都好耐。我16歲教主日學㗎啦嚇。咁即係我16歲之前我有讀主日學嘅。咁我由16歲教主日學到依家就嚟70歲啦。咁我係冇停喺聖經嘅研究。我講俾大家聽，我越讀聖經咧，越中意聖經啊，研究聖經啊。我其實 PhD 咧，我係諗住係深入研究新舊約聖經添嘅。但係個教授話：哇，你都就嚟你40幾歲啦。你如果讀聖經咧，你又要讀原文啦。原文咧唔係阿院長講咁簡單啊。原文裏邊咧，耶穌講嗰啲好多係亞蘭文，唔係希臘文啊嚇，係亞蘭文嚟㗎嚇。咁另外仲有阿拉伯文啊，以東嘅嚇。大家要知道，以東地區啲阿拉伯人咧，佢哋有2樣嘢影響全世界好緊要。第一個就係數學啊嚇。第二咧就係醫學啊，好勁噶佢哋，你唔好睇輕佢哋嚇，以為佢哋講打講殺，唔係噶，佢哋神都俾唔同嘅民族有佢嘅優點啊。咁又要讀埋德文啦，最好識埋法文啦。咁我話死梗啦，我細個都冇讀過嚇。呢度啲人就容易嘅嚇，咁所以咧我就係選讀咗神學。咁我特別對聖經神學、系統神學嗰啲研究係會比較多嘅嚇。好啦，唔講咁多啦。神嘅話語又係我嘅亮光嚇。我做好多嘢咧，我都係睇聖經嘅，或者睇完聖經之後，聖經啟發我去禱告嚇。聖經好多時，譬如我哋唔嚟英國咧，聖經唔會有個直接有段經文話許開明你要去英國，冇噶。但係你睇完聖經，睇到神係我嘅亮光咧，我就去禱告啦。求喺禱告嘅裏邊去睇到神嘅心意嚇。好似呢個 Peterson 佢所講嘅一樣嚇。好詳細，我一陣再講。嗱，我哋每日咧都要咧係食嘢嘅嚇。咁大家你要注意咧，今日食嘢咧，你都要注意啦。有啲垃圾嘅食物嘅而且垃圾食物係多過健康嘅食物嘅嗱，所以咧頭先講得好好啊。我哋要食嘢，我哋一定要食健康，唔係你嘅身體好快玩完嘅咋嗱。所以咧，仲有今日咧。係好多資訊，但係資訊裏邊好多係假嘢嚟㗎嚇。你唔好容易你被誤導㗎嚇。資訊仲要 fact check 嚇，你仲要去經過自己嘅腦去分析㗎嚇。聲音好多，但係裏邊有好多係混雜咗世界嘅聲音嘅，冇真理嘅，假理啊變真理嘅嚇。好啦。所以咧，我哋睇聖經吃靈糧呢個係相當重要嘅咁我今日咧就大家都應該俾我唱下歌啦有啲都攰噶啦，所以我唱首歌再講嗱。咁我要介紹呢首歌咧，就係咧嚟到回應啊。呢個 Francis Oliphant 呢個係英國喺倫敦嘅
一位姊妹嚇。咁佢本身咧就係喺1897年佢寫呢一首詩歌嚇。咁呢啲詩歌同現代係有唔同嘅嚇。佢本身係一個歌唱家、鋼琴家、聲樂老師、作曲家嚇。犀唔犀利啊？嚇，好犀利！實揾好多錢啦，唔係喺當代佢好慘嘅。佢出生喺倫敦嘅貧民區。嗱，喺以往嘅英國，你一出生有唔同階層嘅喎，你係貧民差唔多，你永遠都係貧民嘅，除非你有讀書至可以突破嘅喎。喺香港都一樣係咁啊，身體好弱嘅嚇，因為可能亦都冇乜食啲健康食品啦，或者冇得食啦。另外咧，佢單身，佢好想結婚，就係遇唔到適當嘅伴侶嚇。自小好喜歡彈琴唱歌，但係佢爸爸咧就叫佢彈琴唱歌喺當時揾唔到食嘅，所以咧就叫佢寫創作小説。你睇英國人好中意睇小説㗎，你知唔知啊？嚇，好多到現在都係㗎。咁喺呢個年代都係。咁但係佢係冇乜興趣創作，但係都有創作，但係啲作品唔係好多啦。咁佢年青嘅時候有機會去美國進修音樂嚇。咁佢本身已經係細個已經有學琴啊、唱歌㗎啦。去美國，喺當時嘅美國咧，嗰啲教育仲我估唔會差得過英國嘅。咁成為一個歌唱家嚇。咁佢係歌唱家，我唔係啊。咁我要唱佢嘅歌都好艱辛嘅嚇。咁啊，但係我係好喜歡唱，越有挑戰咧，我就係越要挑戰佢嘅嚇。嗱，咁咧，咁佢亦都咧係因為可能唱歌，佢係靠唱歌做歌星啊。當時嘅歌星，當時嘅歌星就要做歌劇院啊。依家英國都好多 theatre 係啲 opera 嚇。咁佢唱嗰啲係歌劇嘅嚇。咁啊，佢係一個未成名嘅小説作家，失聲嘅歌唱家。歌唱家最怕冇咗把聲，我都係啦。如果我冇咗把聲咧嚇，唱唔到歌，不得已一講道都有困難。咁大家都聽過我上次葉錫安弟兄嚟啦嚇。咁啊，我嗰次唱完有人挑戰我，不如又唱啦咁。咁我話好啦，咁阿 Sam 嚟嚇，我淨係聽佢講道都要做啲嘢㗎。咁不如又唱首歌啦嚇。但係好講翻佢嚇，佢未婚啊，一生好孤單無依嘅。佢係一個唔起眼嘅喺當代嚇。咁之後當然多數啲咩藝術家啊、音樂家都係。貝多芬喺當時都唔出名㗎嚇，死咗就開始出名啦嚇。咁佢都一樣係咁啦嚇。好啦，咁呢一首詩歌咧係嚟自聖經，係嗱，大家要知咧，你唔知有冇人聽過 Messiah 嗰首歌嚇？潘牧師、曾牧師可能聽過，主要都係由聖經。大家要知道喺西方最好嘅音樂都係從聖經而嚟㗎，最好嘅畫亦都係宗教畫、基督教嘅畫嚟㗎。聖經基本上有好多好靚嘅嘢㗎，唔係淨係幫你生命成長啊，喺藝術上啊、音樂上啊，最好嘅嘢都能夠喺聖經嗰度被發現嘅。咁呢個 Francis 咧，佢本身咧係佢作嘅曲咧係好配合嗰啲字嘅。歌詞咧就似意大利嘅歌劇嚇，所以係啲又高又肥嗰啲人唱㗎嚇。咁琴日有人話許牧師你唱咗歌轉咗第二個嚇，真係㗎！我試過喺大學唱歌咧，有個女仔幾靚下嘅嚇，咁佢聽到我首歌，咁喺大學嘅神學樓聽到後尾。佢就上嚟想揾呢個人啊！哇，個把聲咁勁嘅嚇，咁咧佢後尾見到我，佢問邊個唱歌啊？咁我話我唱歌啊！咁我又瘦又奀喎，得101磅，佢又唔係好信啊嚇。好啦，師母叫我快脆啲，好。咁呢首歌咧就相當感人嘅嚇。
嗱，咁啊1997年呢，我就第一次接觸呢首歌，去喺美國嘅水晶大教堂，唔知啊潘牧師有冇去過嚇？咁佢哋呢就嗰間教會好大嘅嚇，咁呢就每一次除咗有啲好出名嘅講員講啦嚇之外呢，佢哋仲有嘅就係有一啲好好嘅歌唱家去唱歌啊。咁當時有個男高音，我唔記得叫咩名啦，係一個基督徒嚇。咁嗰首歌對佢好有幫助，所以佢就唱俾大家，藉住詩歌去激勵人去親近主。咁因為佢嘅詩歌亦都係經文嚟嘅，所以係特別能夠感動到人嚇。好啦，咁我就識咗呢首歌之後呢，我就好中意呢首歌嚇。大概係1998年度啦嚇，我揾到呢首歌，但係好難唱嚇，嗰時唱唔到。咁啊，去到幾時呢？去到我60歲喺大學做校牧同埋講師退休之後啦。咁我自然喺合一堂嘅時候呢，我就唱到嘅嚇。咁我都係祈禱主啊，我好中意呢首歌，但係都唱唔掂嚇。咁我相信我今日唱得掂嘅嚇。好啊。好啦，咁啊，同大家分享呢首詩歌嚇。咁啊，嗰啲歌詞呢，就要阿姊妹你要到時聽到我啲音嚇啲字，咁你就，因為我又唱歌呢，又睇唔到啲詞嚇。我應該記到嘅，不過因為緊張啊。所以我又驚自己記唔到，係啲字唔出啊！做乜鬼啊？玩我係啊係啊！佢唔俾我揾翻首歌啊，激死我！好，唔緊要，係得定啲嚇。我係多謝你呢度睇到啲啦。好，咁啊，要有音樂喎。音樂在哪裏？The Lord is my light。The Lord is my light and my salvation. Whom then shall I fear? Whom then shall I fear?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my life. The Lord is the strength of my life. Of whom then shall I be afraid? Oh, when the hosts of men were laid against me, yet shall not my heart be afraid. And though the road walk at me, yet will I put my trust in Him. For in the time of trouble, He shall hide me
then shall I fear? Whom then shall I fear? The Lord is the strength for my life. The Lord is the strength for my life. Of whom then shall I be afraid? Of whom then shall I be afraid?阿們。唱咁多次，今次最暢順啊，係嘛？師母都讚就好好啊，佢都唱得㗎佢。第日我同佢合唱喺呢度啊，好啊嚇。嗱，依家就出字俾我，真係激死我啊！好嗱，咁啊，各位呢，詩篇27篇，大家我相信好多人呢，你都睇過㗎啦嚇。呢首嘅詩，呢首嘅歌呢，我唔侵罪啦。上帝嘅話語係靈糧嚇，靈糧就係幫我哋生命去成長啊！基督徒你好少睇聖經，我可以肯定話俾你聽，你嘅身體會好脆弱嘅。魔鬼就最中意你唔睇聖經嚇，睇馬經睇九經嚇。有啲基督徒信咗主，仲係繼續睇嗰啲，佢唔睇聖經，佢睇好多其他嘅經嚇。嗱，係我嘅亮光嚇，會光照你、引導你嘅。我哋嘅生命係需要引導嘅，各位。除咗我哋本身，我哋屬靈嘅生命係要長進、係健康，仲要能夠有亮光去光照你同保護你嘅嚇。嗱，咁所以呢，呢個係相當重要嘅。上主嘅話語係會帶嚟嚇亮光嚇。耶和華係我嘅亮光，係我嘅拯救，我還懼怕誰呢？聽咗好多次，但係如果你冇不得生，佢有一個睇法就係話，你要讀聖經嘅時候，你要去攞到聖經嘅嘢啊，攞到聖經嗰句説話本身係乜嘢意思啊？嚇，唔係就咁樣睇完係亮光咯，眼光光啊？唔係，亮光本身係有你前途唔清楚，你面對一啲嘢，你決定好艱難，你心中好迷茫。舉例，你要嚟到英國，前路好多你唔清楚㗎，嚟到你至知啊。唔單止語言係唔通，你英文好好都好，但係你平常生活嗰啲英文你冇讀過㗎。你都唔係咁容易同人溝通啊！仲有啊，Doncaster，我唔知有冇 accent， 有冇嚟你哋本土嗰啲怪音啊？列斯嗰啲怪音，我去到連我個女英文好都聽唔到，唔知佢講乜。再去 Scotland， 哇，嗰啲都唔係英文嚟嘅 ，Scottish 又另一種文嚟嘅。天氣啊，係咪啊？前路你唔明㗎嚇，有好多嘢係好困難，你心中好迷茫，到底係咪5+1之後繼續喺英國呢？嚇，我唔知在座嚇，可能有啲人諗不如返香港啊。我退休呢，我覺得呢度好過香港。但係如果你仲係40-50歲，仲做得嘢，啲人工咁低，做到都做唔到你專業，你唔知點做啊？睇聖經，聖經提你耶和華係亮光，你就求主，主啊，我到底應該繼續喺英國定係返香港呢？嗱，神嘅話語係能夠照亮你前邊嘅方向。你睇完聖經
聖經唔會直接同你講，但係你透過禱告，神會喺禱告嘅裏邊去俾你知道嘅。呢個係我嘅經歷嚇。好啦，上主嘅話語係會帶嚟拯救嘅。人生成日喺困境嘅裏邊，大部分嘅人，我哋嘅人生前途都係崎嶇、困難重重㗎嚇。我哋喺唔同嘅階段都面對好多困難，但係拯救嘅意思，除咗係個救恩啊，讓你能夠得救啊，得到主耶穌嘅寬恕之外，拯救喺舊約一個好強烈，就係你喺困苦嘅裏邊，甚至你喺撒但嘅困難局嘅裏邊，你能夠去神可以救你係出嚟㗎嚇。2008年呢，我服侍嘅第一間堂會望角堂啊，差唔多20年喺嗰度嚇。咁我呢就佢哋新堂起好，即係基道書樓10樓嗰度，我有份策劃嘅嚇。咁呢佢哋就請我去唱歌，因為知我中意唱歌嚇。咁我呢就去啦，但係呢2008年之前呢，喺07年呢，我呢度已經腫起一嚿嘢嚇。咁腫起一嚿嘢呢，我就成日祈禱神啊，你快啲整走呢嚿嘢啦。咁我俾師母睇，師母又笑笑口，應該都唔係癌症啊嗰啲嘅咁嚇。咁我都好安心啦嚇。祈禱咪整走佢咯，冇去睇醫生啊嚇。咁後尾呢，就去望角堂請我唱歌嘛。咁我咪唱耶和華我們的主，你的名可當可美嚇。當時唱下唱唔到出嚟啊，因為咧我個嚿嘢脹大咗，好似比雞蛋仲要大，我個氣管咧就整歪咗，所以就唱唔到出嚟。咁當時台下有個醫生話，咁我結果咧好瘀啊個次，未試過應承人唱歌唱唔到啊。咁個醫生完咗就話：喂，你嗰嚿嘢你有冇睇㗎？咁我話好啊，我睇你啦。咁佢話我唔係呢一科喎，我心臟㗎喎。咁我話死啦，點算呢？咁啊，同阿師母就禱告啦，因為我跟住要去英國考一個 oral defence 啊。我喺 PhD 之前仲有個 DMin 嘅，咁咧我一大嚿嘢講英文啊死梗啦，又冇氣喎，一個頂鬼住晒。咁我即刻求主幫助，就去揾我哋醫院就有個外科醫生嘅，好中意幫人開刀嘅。佢一睇到我咁咧，咁佢話：你都係去照一照先嚇。照完之後佢就睇完，佢話：冇嘢，你冇 cancer， 不過咧你呢粒嘢唔處理，將來會變 cancer 㗎。哇！一聽我啊震啦嚇，咁佢就話就地嚟做嚇，唔使入醫院喺佢診所。結果神咧就俾我嗰粒嘢甩咗嚇，神聽禱告，因為佢係我拯救嘛嚇，我向佢求救，神真係好活㗎喎，好嚇，好啦。第三，上主嘅話語係會帶嚟力量㗎嚇。聖經特別提到2、3節，那作惡的就是我的仇敵，前嚟吃我肉嘅時候就絆跌仆倒。咁呢一段呢，聖經學者認為呢，就係描寫呢大衛同埋哥利亞。大家要知呢，大衛高我少少嘅咋嚇。哥利亞就成9尺咁高噶嘛嚇，咁兩個根本冇得揮噶。咁當時嘅大衛呢嚇，佢就要同哥利亞即係打啦。咁結果呢嚇，呢首詩就話呢，佢都唔使到啊大衛度已經點啊撲倒喺佢面前啦嚇。咁呢個就係話神嘅保護啦，同埋神嘅咁，然後呢係。神又俾大衛有力量咧，用嗰啲機緣甩石咧就整低佢噶嚇嗱。咁喺當中咧係表現出3樣嘢噶。第一咧，你如果信賴神嘅應許，或者信賴神嘅拯救，
或者信賴神俾你力量呢，你就好似大衛一樣呢。掃羅就驚到鼻哥窿都冇肉啊，唔敢出嚟應戰啊，因為成個以色列最高大係佢噶啦，佢唔敢出嚟嚇。大衛竟然係一個呢，係牧羊人就出嚟去應付佢嚇。咁咧佢心裏邊安定，因為佢相信咩啊？神係同佢同在嘛。第二，佢能夠有面對困難嘅勇氣，唔怕佢嘅敵人嚇。神冇攞走佢嘅敵人，仍然喺度，佢要去面對，相信神俾你力量嚇。然後第三呢，就係佢亦都對未來，佢對呢一個嘅歌利亞講，佢一定會殺咗佢，然後佢嘅身體就餵雀嚇。咁呢佢就話，因為佢倚靠嘅係刀啊槍嗰啲嘢，但係佢倚靠係邊個啊？耶和華。哇！呢一個係好深刻嘅嚇，呢個係一個真實嘅見證嚟㗎嚇。經文要講俾你聽，大衛佢都面對好大嘅困難，甚至佢又根本冇可能打得低歌利亞嘅，但係佢知道佢後邊嘅靠山係神嚇。我唔知你有冇面對呢啲？我喺大學做事呢，喺大學做呢，原來同堂會好唔同㗎。當中有好多派系之爭咁我亦都面對有一啲好難頂嘅人嘅，但係我都能夠勇敢面對佢，因為我知我背後係神啊詳細唔講啦，唔得閒啲人最大嘅恐懼唔係環境最大我哋要驚嘅係我哋冇神嘅話。我哋對神唔能夠緊緊嘅抓住啊！各位，你讀完呢一篇詩咧，你會好深刻俾神去抓住我自己就係咁啦大衛有一件事，我曾求告耶和華，我仍要尋求。有一件事，呢一件嘅事咁樣講就係一件好重要嘅事嚟嘅。喺人生面對好多衝擊，你嚟到英國或者你翻香港都好，你有一件事就係最重要嗰件事係咩啊？就係倚靠耶和華所以咧，大衛講嘅嗰個尋求咧係包含咗3個意思嘅喺嗰段經文。第一，你要尋求神，就係話你喺面對你嘅敵人困難嘅時候，你要捉到神實啦。捉到佢實第二，你要咧靠近神，住喺佢嘅殿中住喺耶和華嘅殿中，唔好離開教會，唔好離開神。你一離開教會，唔返崇拜嘅時候，你好容易跌倒。你又唔睇聖經嘅話，你就離開神好啦，思想神嘅榮美思想神嘅偉大各位呢，我喺香港呢唔會經常睇到神嘅偉大，但係嚟到英國睇到啲花草樹木好靚，仲有阿師母好中意睇日出日落嘅英國嘅月亮係比香港靚嘅喎，你有冇睇過啊？好圓㗎。太陽都好靚㗎，因為我哋個緯度咧係接近北邊啊嗰啲花草樹木，啲人都好靚㗎啲貓貓狗狗都好靚花草樹木唔會全部都一樣㗎。你成日諗下神係幾咁偉大，幾咁美好，再諗下你嘅生命我認識有個婆婆，成日咧都覺得神虧欠佢，神好多嘢冇俾佢，就俾咗人哋唔俾佢，一日就數算神點樣爭佢嘢，佢點能夠快樂啊？每一個基督徒，我問你，神喺你身上有冇恩典？有嘅舉手唔止係一個恩典我哋英國好多恩典好似我細女頭頭都唔係話好想嚟英國，但係依家佢覺得阿爸阿媽氹佢嚟或者鼓勵佢嚟，哇！真係英國好
英國係藝術之都，佢讀藝術噶嘛嚇，所以咧，你會嘗到成日諗下主嘅恩典，成日諗下主點樣拯救你。好似我唱歌好鬼大膽嘅嚇，我有一次好大膽，有個機構叫我喺紅磡體育館唱歌嚇，咁要我唱主禱文，主禱文好難唱噶，其中有啲高音高到震嘅嚇，好難嘅。咁我咧就大膽去唱，咁個彈琴個人係一個音樂家嚇，即係好似葉錫安嗰啲嚇，好鬼勁㗎佢嚇。咁佢都話：喂，許牧師好高音喎，對你都好高音喎。雖然你人唔係高啊嚇，但係都高音嘅嚇。你有冇諗過唔唱咧？咁我話唔得啊，我應承咗，有主與我同在我就唱噶啦。咁到嗰一日咧，嗰個講座其實唔係音樂嘅，但係有個歌唱家坐喺我前邊，我當堂震啊嚇！主啊，點算啊嚇？求你幫助我啦！我唔想唱下發出啲怪聲啊嚇！咁啊，所以心裏邊主你與我同在嗱，我依家唱啦，你同我一齊唱下咁啊！咁你估我有冇事啊？有事啊！我唱斷咗皮帶，我今日帶咗2條皮帶嚟嘅，一勁得滯啊個高音好高音啊！我好啦嚇嗱，咁所以咧，你思想神嘅恩典，我成日好開心噶，同師母都好開心噶，因為我哋成日諗神嘅恩典啊，神係同我哋同在噶嘛嚇嗱。所以咧，你要留意喺呢段經文咧，你要咁樣去食嘢啦，去思想啦嚇。咁我做傳道人有樣好咧，我哋會攞啲經文嚟靈修啊，然後準備嚇好似阿 Sam 一樣啦嚇。好啦，咁啊無懼嘅人生，主嘅話語成為我嘅靈糧，我就好似大衛一樣嚇。有光照，我唔會走歪，唔會迷失，因為我嘅主會光照我嘅生命嚇。第二，有拯救嘅盼望嚇，我都會跌入軟弱或者困難裏邊，但係我如果倚靠神，我係會有盼望，所以我唔需要驚。有生命嘅力量能夠面對人生嚇，有心中嘅平安可以進入呢個世界。有生存嘅勇氣，能夠為主而活。各位，你要做到呢幾樣嘢，最緊要食咩啊？食靈糧啊！靈糧喺邊度啊？喺屋企你可以睇聖經，嚟教會聚會。我哋辦多啲查經班。我自己牧會覺得弟兄姊妹話最有得着咧，就係去啲查經班啊！好似你哋創世記查咗啦嚇呢啲查經班搞多啲讀神學你唔一定做傳道噶但係你讀咗神學之後，讓你對聖經有更深嘅認識，你就更有智慧啊！知識係唔夠嘅，但係知識係會帶嚟智慧，智慧係會帶嚟一種生命力啊！一種生命力我哋讀神學或者讀聖經嘅人，我哋掌握聖知識，聖經好多好嘅知識，然後嗰啲知識成為咗我哋嘅智慧。你今日呢點樣食聖經，得唔得到智慧啊？阿 Sam 你嗰個最好呢，有埋啲大綱送俾大家，跟住點樣食，因為我驚大家會唔記得咁然後你有生命有成長啦，你就有生命力基督徒好多做到呢，好多係好軟弱唔夠力嘅基督徒求主幫助我哋。我對 Doncaster 好有盼望，因為你哋有5位弟兄姊妹係讀咗呢個神學希望你哋讀完神學之後呢，有多啲嘅聖經班
睇唔同嘅經卷聖經。喺現代嘅基督教裏邊呢，嗰間教會越注重神嘅話呢，嗰間教會就越興旺嘅。求主祝福你哋嚇，阿門。好啊，主禱文呢好似咁啊，我有一次講道係會講主禱文嘅，咁啊會馬太福音好似6章嗰度嘅嚇，我會唱主禱文嚇，係啊，我都會帶2條皮帶嘅。好感謝許牧師對我哋提醒我哋嘅，我哋嚟到英國，我哋有個亮光係主耶和華主基督。而家有請我哋而家奉獻由呢度開始過嚟呢度，而家開始奉獻㗎啦。好，我哋一齊低頭為獻金禱告。親愛嘅天父啊，今日好多謝許牧師提醒我哋，耶和華係我哋嘅亮光，係我哋嘅拯救。無論喺邊一度，我仲怕乜嘢呢？耶和華係我生命嘅保障，我仲怕咩情況呢？我哋知道我有一件事要尋求，我仍要尋求，就係一生一世喺耶和華嘅殿中瞻仰佢嘅榮美，喺佢殿入邊繼續求問我哋嘅前景。我哋感謝你豐盛嘅供應同埋看顧，你所賜超過我哋所想所求。此刻我哋帶着感恩嘅心，從而得落嚟嘅金錢分別為聖獻上，作為對你嘅敬拜嘅回應。但願呢啲奉獻被你使用，成就你嘅旨意，無論喺教會嘅事工上，或者係宣教嘅拓展上，或者有需要嘅人嘅身上，都能顯明你嘅愛同埋榮耀。求你賜我哋嘅智慧，有好嘅管家嘅心智，喺財務上忠心持守，令我哋常常感恩施予，得享從而你得真正嘅平安嘅喜樂。我哋咁嘅禱告係奉主耶穌嘅名求，阿們。好，以下嘅嚟就係教會嘅報告。今日阿岑牧師都提過啦，我哋下晝呢就有一個健康嘅講座，係曾以文女士嘅去主講嘅，就係幫緊你迎接嘅健康。好，本週嘅聚會，星期一敬拜祈禱會10點至12點半，星期四嘅國語查經班10點半至12點半。教會嘅奉獻上週係477磅31p。好，以下有代禱事項。第一件就係為 NEC 過去嘅營會禱告，係為求神大祝福每一位參加者。第二就係為教會敬拜隊禱告，求神祝福司琴同埋培訓班順利完成。亦都為咗第三件就為咗英國經濟醫療嘅教育禱告咧，我哋而家一齊低頭為以下嘅事禱告。親愛天父上帝啊，我哋衷心去感謝你，今日能夠嚟到你面前同心為3件事而向你祈求。第一件就係 NEC 嘅營會禱告，求神大大祝福每一位參加之後令到喺營會裏邊真正遇到神，唔止係參加活動，而係生命被改變成為發光嘅人。亦都求使用佢哋等佢哋返到教會之後可以成為祝福別人嘅人。同時我哋都為佢哋嘅家庭禱告，求神恢復每個家庭，讓整個家庭都願意回歸去神
嗰度一齊侍奉。第二，我為教會嘅敬拜隊禱告，求神祝福佢哋喺司琴訓練同埋聲樂訓練嗰方面呢，讓佢哋呢唔單止喺技巧嘅進步，更加要係喺屬靈生命上嘅成長。因為真正嘅敬拜唔係只係有音樂好聽，而係能夠帶領人進入神與神同在。求神讓佢哋每日都親近神，讓教會敬拜成為神喜悅嘅祭，亦都讓更多嘅人呢透過敬拜認識神。最後為英國禱告，為英國嘅經濟、醫療、教育同埋治安禱告。求神喺呢個紛亂嘅世界裏邊呢，賜智慧俾政府，讓佢哋嘅所做嘅決定都適合神嘅心意。我哋呢亦都求神復興英國，讓呢個國家重新尊主為大，讓更多人認識神，回到神嘅面前。最後，我哋相信神會聽我哋嘅禱告，亦都願意咧使用我哋每一個人成為佢嘅器皿。我哋今日禱告奉主名求，阿們。好，報告完畢。今日生命分享係請我哋牧師潘牧師。神咧俾好多恩典我哋，咁啊剛剛我哋咧都知道我哋關於一定要讀聖經啦。咁其實咧又俾一個好消息咧，就係只要你願意阿邱院長咧就俾咗我一個咧就係背聖經。即係我相信我哋咧唔係淨係讀聖經。我讀聖經又要聽聖經，又研究聖經，仲要去背咧，就能夠係緊緊嘅記住。咁所以如果你有興趣嘅咧，咁我今日唔再詳細講啦。咁可能咧有啲可以有一個小組，大家彼此嘅去背聖經佢有一個方法咁，係好好嘅咁所以咧就係啦，呢個就係神俾我哋其中嘅恩典。第二個恩典咧就加個報告啦。就關於咧下個星期有大家記得啦，冇幾耐葉石安老師教我哋司琴咁而家咧佢哋就有一個嘅聲樂嘅訓練。咁呢個聲樂咧其實係我好感受到咧，當我哋帶敬拜嘅時候要同司琴去夾咧。如果我哋我哋唔識音樂嘅咧，係唔識得聽到幾時入翻落去㗎。嗰個同嗰個司琴夾嘅，因為將來咧我哋再唔依賴嗰個 video 啦。而家咧就聽緊人哋播出嚟，其實就係跟住人哋唱嘅啫。但係日後咧我哋自己彈琴，咁所以唱大詩歌咧就要同個司琴係要夾琴嘅，係咪？咁所以我就同葉老師佢哋傾咧，咁葉老即係可唔可以教唱歌嗰部分咧？咁葉老師就話：音呢個嘅學呢個嘅聲樂咁唔係聲學樂理聲樂。咁佢話咧就嗰個嘅係需要訓練啦。咁佢甚至乎咧佢就話其實唔係淨係大詩歌嘅應該學。係應該整個嘅教會，以至到嗰個我哋嘅敬拜咧，係能夠真正嘅合一。咁我就問佢啦，即係如果要學嘅咁係點咧？咁就係佢會係分6個小時，喺6個小時裏邊教咧，佢俾我一個嘅參考。喺香港咧6個小時嘅嘅學員咧，要俾140磅嘅學費喺香港。咁亦都咧係可以學呢個大敬呢個嘅敬拜300磅。咁我話咁我哋教會如果有弟兄姊妹想學嘅，又覺得嗰個費用高，咁點咧？咁佢咧就話係盡你哋嘅能力啦。咁嗱，我咧就為你哋決定咗，就係60磅6個小時，即係1個小時，我哋係俾10磅嘅啫。特別係帶敬拜嘅弟兄姊妹，咁所以而家咧就有都有好幾個嘅弟兄姊妹已經願意嘅去學，就喺下個星期。咁佢又好想我哋咧會眾都有得認識，
咁所以咧，我哋就俾個消息你哋啦。係話可能你話我冇興趣啊，或者係我唔係大師哥啊嚇，我又唔想俾咁多錢學啊咁啊，因為悉隨尊便。咁不過咧，佢俾我呢一個特別嘅咧，就係佢會教我哋嘅學員嘅其中頭嗰2個小時咧，喺下個星期日嘅下午，即係就好似今日咁啦。今日我哋下晝咧就會有學呢個健康飲食啦。咁啊，下個主日嘅下午咧有2個小時就學聲樂嘅。咁如果你有興趣嘅，就歡迎你哋嚟參加去睇睇係點樣，可能就引起你哋日後嘅興趣。咁係免費嘅，不過我再講一聲，最好係自由奉獻，因為咧教會咧其實真係為到教會為教會，係弟兄姊妹你哋好想你哋喺個生命裏邊咧，各方面都能夠好多嘅培育到自己，成為一個被神使用又能夠榮耀神嘅生命。咁我哋咧係喺侍奉就好多時會有。咁你唔使侍奉都好啦，咁啊就好簡單。如果我講敬拜，我哋點樣用個心靈誠實去敬拜咧？點樣能夠咧，連我個聲音好似許牧師咁啊？睇住佢，我好欣賞、好羨慕，即係牧師能夠有咁嘅恩賜。佢雖然有恩賜，但係佢好努力㗎。佢想做得更好，係將個生命去榮耀神，唔係要做一啲嘢。咁所以咧就翻嚟呢度咧，就係想，所以我盡能夠覺得係能夠俾到大家有到益處學習嘅，甚至乎即係學咗之後，你可以進入去一個服侍嘅當中。呢個係神嘅心意，一建立教會個個都要服侍㗎啦。今日咧就講讀經啊，個個都要啊，服侍其實個個都要嘅。一個肢體，琴日阿邱院長就提到啦。咁可惜有你哋部分可能有啲人唔喺度聽，琴日邱院長講得非常好。好，咁就去翻呢度啦。你哋即係如果係已經報咗名學呢6小時嘅咧，就60磅啊。咁你話我淨係禮拜日下晝嚟咧係唔收錢嘅，不過希望你哋都自由奉獻，因為教會咧係要俾佢哋食啦、住啦、電郵費啦，因為教會為你哋俾嘅。你哋學完都唔使俾啦。咁你話係咪好好嘅機會係俾我哋能夠有呢個嘅學習咁我覺得而且咧呢一個唔係淨係我哋諗出嚟嘅，係相信神佢自己嘅安排，佢要得着係最好嘅敬拜，全個教會嘅敬拜。咁我希望咧你哋能夠喺呢方面諗留翻一啲時間，如果下晝嚟就去聽聽。好嘛或者你話我仲繼續學多4個鐘頭，即係話俾錢60磅學足6個鐘頭，咁啊更加好啦，好嘛咁就係啦。呢個就下禮拜嘅報告同埋背經嘅，我遲啲同你哋講啦。好多嘢，因為最緊要就係下個星期咁就係啦，最緊要下個星期。咁因為時間關係咧，今日咧就唔去祝大家嗰個嘅見證啦。NEEC 嘅人有嘢分享。係咯，我就話唔祝大家 NEEC 嘅分享啦。我哋預咗要本來咧就係今日，因為我哋剛剛去完一個 NEEC 春令會嗰個營會咧。咁有幾個弟兄姊妹參加啦，咁我就話又去捉埋佢哋咧，就係話你哋翻嚟咧最好係講下見證，等大家知道即係幾咁好，幾咁享受，又幾咁得着喺呢個嘅營會嘅咁咧，因為你哋一講咧就4個啊，每人1句嘅啫，只係1-2句。夠唔夠先？我又驚唔夠喎。我想你講多啲喎，好啦，出嚟啦！既然係咁勇，因為我哋預備咗。
其實咧，我哋因為好聽阿牧師話啊，你翻到去你哋要分享啊，咁我哋就有預備啦，係 OK。咁我哋真係簡短啦，好冇？好簡短。咁我先啦。咁今次參加2026年嘅營會咧，我得着咗咧就係喺聽信息嘅時候咧，係兩個字好正。同埋提醒咗我點樣去做主嘅門徒啊！原來同信徒係有分別嘅。喺呢個營裏邊，我好清晰知道。同埋講完好好啦，同埋最開心就係同弟兄姊妹一齊嘅分享。喺聽到個道之後，我哋去點樣傾談翻？係啦，就喺呢度，同埋同牧者嘅溝通啦。咁所以我鼓勵大家出年一定要參加。好希望喺營會裏邊可以專心去聽神嘅説話。好，我分享就係講到呢度，多謝大家。好，我呢就喺今次呢，就係嗰種個講者呢，喺我睇到呢係一個情況嘅，係管道啊！我直情係睇到個講者喺度講嗰時呢，我睇到佢同神嗰個關係，原來可以同神關係係咁密切嘅，甚至佢喺講嘢嗰陣呢，我係睇到佢同神嗰個管道啊！咁嗰個俾我呢係一個追求咯，我有呢個追求咯，係咁多。好，大家好。咁呢，我就係第一次參加呢個營嘅。咁呢，都好多嘅領受啦。咁我之前我係喺禱告喺呢一間教會嘅祈禱會入邊領受咗一啲神透過叫我有呢個差傳嘅心啦。咁當中嘅會入邊呢，就係正係分享咗好多關於差傳嘅事。咁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開拓咗我好多嘅諗法啦。咁神真係喺在當中，咁亦都挑戰咗就係自己，因為喺個營入邊呢，係即係其實好多營入邊好多啲措施係相當之有啲問題啦。咁但係亦都挑戰咗自己係我係喺依個情況之下點樣去同神去一齊過咯。咁佢即係譬如我走之後咧，我發現張床係有蟲啊，即係我換床嘅時候，咁同埋我個房間係冇得鎖門嘅，咁沖涼亦都係凍水涼嘅嚇。我冇諗過呢一啲嘅，即係我覺得。我當中我係原來發覺我自己係冇投訴，我係話啊神啊，點解你會擺咗呢個係咁嘅嘢咧？咁可能第時我去宣教嘅時候，可能要好多呢啲嘢嘅喎，咁可能都係試緊我水溫啊，我估係啊，我諗神應該係有啲嘢同我講，咁係啦，亦都聽到一啲牧者就係話啊，我吸毒過啊，或者去點樣去幫一啲無家者，呢啲其實我之前喺祈禱會都有領受過呢啲嘅嘢，咁希望係咯，逐步嚟啦。咁神，我相信佢會帶領我去佢想我帶去嘅地方嚇。感謝主。簡短啦，就今次咧就成個嗰個嘅營會咧，我就覺得係即係好貼身嘅，即係好落，即係叫做好落地啊！即係喺叫做生活上或者你經歷到嘅嘢咧，係好深刻咁樣去俾到你好容易入去你嘅思想裏面或者信仰裏面咯。同埋我記得就係有一樣咧，就係咧佢話點樣盡忠同埋盡力啊嗰個嘅講道啦。咁佢就話咧，即係譬如你返到教會裏面啊，或者你喺同上帝嘅互動或者信仰裏面咧，就係話咧你唔係話要去喺度攞到啲咩嘢，即係你唔係話你要攞到啲咩啊？好似今次返到嚟講道或者聽道嘅時候咧，即係你唔係話要去有咩幫助到你自己去點嘅情況，而係你係點樣去有咩嘅付出咯？你先至講咗你自己係有咩付出，先至去獲收啲咩嘅翻嚟咯。
即係呢度係令我可以係更加嘅思想到日後係點嘅點樣去喺信仰上去行咯。呢度係講唔到，感謝主。所以今年呢，其實我哋真係好多神嘅祝福啊！喺度營會嘅裏邊，我哋真係好得着神，好似真係與我哋唔係真係真係與我哋同在，所以我哋榮耀係歸俾主嘅。咁同埋今次喺營會嘅裏邊呢，我哋有神嘅感動啊，同我哋講啊，其實我哋個牧者呢，真係背後為我哋付出咗好多好多。佢哋嘅付出呢，可能唔係我哋眼見咁簡單。其實我哋有冇真係細心去睇我哋嘅牧者或者我哋嘅帶領，去對我哋所作出嘅一切呢？其實我哋真係要，所以今次呢，我哋有少少心意嘅回應。咁我哋，我哋呢就有少少嘅心意回應啦，就係多謝阿潘牧師啦、曾牧師同埋阿 Josephine 同埋阿樂傳道。咁我哋只係有少少心意去回應翻神去俾你哋嘅啫。咁我哋請阿潘牧師同埋曾牧師好唔好啊？同埋阿樂傳道，唔得唔得唔得啊，唔可以啊。係啦。唔係啊，唔係啊，嗰扎花唔係你，唔好意思啊，扎花係俾女士嘅啫。咁呢扎花咧，其實我哋俾阿 Josephine， 但係 Josephine 今日冇翻，係咪？咁我哋不如揾個代表啦，唯有係啦，強哥啦。阿強哥，我出年想見到你喺營會，好多謝你。咁阿樂傳道啦，好。咁只係我哋好似神有個聲音同我哋講，我哋要多謝，係啦係啦，好，係好，影完相先，好。咁仲有一樣嘢嘅，咁我哋喺營會個裏邊呢，其實原來牧者呢都係我哋嘅支持啦。咁我哋點樣支持牧者呢？除咗聽佢話之外，咁我相信我哋背後嘅禱告都真係好重要咯。咁我兩三句啊，好嘛？為我哋個牧者，大家同心合意嘅和氣祈禱。咁除咗今次之外呢，我希望我哋喺屋企啦，或者每一日啦，或者每個星期啦，都可以為我哋侍奉嘅弟兄姊妹、牧者去禱告。咁同埋喺今次呢，因為阿 Josephine 唔喺度啊，其實我都想講1分鐘，就講Josephine 教我哋唱歌啊。我五音不全嘅，唔識聽音樂嘅，唔識睇歌譜嘅。咁我哋今次因為個營會嗰個歌呢，營歌呢，其實真係好難唱，好難唱。可能許牧師覺得冇難度啦，係咪？但我哋就覺得真係好難唱。由我第一次聽到嘅時候，我唔知道佢係營歌，我直情個心諗：哇，做咩揀呢首歌啊？可唔可以轉啊？哇，真係唔掂喎，好似聖詩咁嘅。喂，但係我聽都聽唔掂喎。咁但係阿 Josephine 同埋阿黎思慕，佢真係一個一個字教我唱，教我哋一齊唱。由我哋每一個字唔識唱唔識聽，真係一個一個字教我哋唱，由一個字唱一句、兩句、三句，唱到我哋喺營會一齊唱嘅時候，我真係好多謝佢，好多謝黎思慕。同埋我唱嘅時候呢，我唱即係有啲地方我都覺得自己唱得唔係咁好，我同神講：你同我一齊唱，哇！跟住不一樣啊！即刻好似話，咦，都唔係咁難唱啫，唱唱下好好聽，好易唱，唱到4日之後，而家我要揾翻嗰個組合先得，單唱唔得，因為我自己聽翻自己錄音去聽嘅時候，都覺得哇，好難頂啊！點解走晒音㗎？係咪？咁我好多謝黎思慕，好坦率嘅同我哋講：喂，唔掂喎，你哋走晒音喎，唔齊嘅喎。但係跟住我哋牧師聽到啦，我哋喺營會唱成點呢？哇，唔敢講100分，起碼神一定會欣賞，所以榮耀歸俾主。好，我哋同心合意為牧者祈禱，係好。主啊，真係感謝你，感謝你俾到
好嘅牧者喺我哋身邊，讓我哋可以跟隨佢嘅學習。主啊，大牧者都係所愛嘅兒女，佢哋都有唔開心嘅時候，有困難嘅時候，有佢覺得不足嘅地方。主啊，就係求你大能嘅手，有我哋為佢代禱。主啊，你繼續看顧我哋一班好嘅牧者，繼續帶領我哋去全心服侍你，讓更多人喺你嘅裏邊，我哋得着更多你嘅說話，讓我哋生命即係因着你，我哋改變。主啊，你真係看顧着我哋感謝你。主啊，願榮耀歸俾你，奉主耶穌基督名求 ，Amen。好，我哋大家繼續努力。好乖，多謝主，多謝主咧，真係俾我哋有一個嘅學習嘅機會。其實我哋教會嘅生活裏邊就係好似今日咁睇到，彼此嘅配搭，彼此嘅嚟到係鼓勵，彼此嘅扶持，一起嘅建立，呢個就係神嘅心意。咁我好感恩你哋真係好乖。好乖嚇，咁越嚟越乖嚇，背聖經。咁啊，其實真係好似頭先亦都講讀聖經，我即係不停都叫大家，當我哋每一日讀經嘅時候，就可以用嗰一章嘅經文咧，去揾到神同你講嘅咩説話，然後係禱告嘅回應，就正正係今日嘅兩位牧者嘅提示咯。係好配合到，我相信神嘅心意就喺呢度啊！佢由舊年好明顯嘅嚟到係推動大家要扎根喺佢嘅説話度。咁我期待嚟緊咧係更多更好嘅，特別咧就係神啊操練緊啊，將來啦會有你哋可以上嚟去做講道啊！站講台唔係淨係牧者。説話係我哋每一個都可以領受，你就將神嘅話再一次嘅嚟到係分享出嚟啊！咁當然裏邊係應該有生命嘅，神嘅話成為我哋嘅生命，好開心，真係好開心，唔怪之得啦！頭先好像我聽佢話咋因為夠鐘咧，本來就係話夠鐘啦，下禮拜啦咁佢好着緊要，好啦俾你啦咁原來咧又係表示佢哋嘅愛心，真係好多謝，好多謝你哋真係有聽到啦，因為喺個營會裏邊都係講神嘅説話但係牧者去將神嘅説話咧係好活潑嘅。好個人學生命嘅見證，嚟到見證神嘅話又係咁真實嘅、活潑嘅喺佢嗰度激勵我哋咁我哋所以就係叫大家咯，留時間、儲錢，明年咧一齊咧去參加營會真係唔好走步，係好特別嘅呢個嘅春營會咁我希望你哋真係能夠下一次又多啲人嚟到參加咯，係你哋得益嘅啫。OK， 咁我哋今日咧讀一讀今日嘅金句，我哋一齊讀背都背到嘅應該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受訓的人。知唔知個善事係咩善事啊？就係神嘅心意咯。你哋行緊神嘅心意啦，讀多次啦，好嘛？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送神的人得以完全，被神搞得妥善。祝福你哋都係完全。咁我哋亦都咧，我哋一齊唱。讚美我神。神。
請各位仍然站立領受祝福。願耶和華成為你哋嘅亮光，光照你哋，使你哋常行喺正路上。願耶和華拯救你哋，使你哋能夠脫離罪惡嘅捆綁同埋各種嘅困苦。願耶和華賜你哋力量，能夠一無所懼，面對人生各種嘅挑戰。又願我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能力，常與你哋同在，從今直到永遠。阿門。請坐。